受到注疫苗造成不良后果，甚至是不幸过往的消息影响，但市卫生局坦承，长辈原本要住，结果无来报到，降低了5成。所以市长伫带头关会迄天就强调，注疫苗以后雄雄过身，这要经过科学验证，千万唔通随便断定。选择在自己了，我们也不能够说别人怎样，但是还是大家会看的，因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，不是一个传言问题。所谓的科学问题，就是说跟这个施打疫苗有关系的后遗症，或是因疫苗而起的，是在30分钟内就会发生的。那你在过了30分钟之后回到家，就基本上所引起的任何的这个部分跟疫苗说不上是相关了。所以说，可是大家就是有人说昨天打了疫苗，那今天就过往；也有人昨天好年纪大的人，也有人昨天好好的跟你说笑话，今天就躺在医院里了。所以说很难讲啊。市府强调，目前台南注疫苗进度，除了6月23开始开放，4月12到5月9号有注过第一剂民众来注第二剂以外，75岁以上嘛拢开始会当注啊。当然，到底注疫苗敢是利大于弊？市长则是尊重市民自主意愿。这我们不敢说任何事的，希望说想打，还觉得判断之后觉得 OK 了就来打。现在还是疫苗缺，没有，现在疫苗还是缺的状况。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了，能够打就打，那尊重个人的意愿选择。经过了解，到6月20号为止，台南市注疫苗比例大约7-8成，所以市府强调，死亡个案并未影响到整体注疫苗的速度甲对象，也是稳扎稳打。伫有限的疫苗，互市民尽速达到一定比例免疫力。电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